哎呀，哈哈哈！今天晚上就吃你啦！哎，可是2个人又吃不了这么多。阿夏，喂，你去买菜呗，再带几个柚子给二姑娘啊。是那个买芹菜那个二姑娘啊？哎，对的。哎，这个可以啊。好的。Hello， 哎呀，吃，你想吃什么菜？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菜啊，我跟着我把那个东西送给你。哇，太好了，头子哥好有心啊！哇，这个锅好亮哦。你哥叫我出来买菜，都不知道买什么菜。那这个吧，芋头蒸排骨。哎，这个可以哦，但是我不会弄啊。很简单的，直接切小块，过油锅，直接跟排骨一起。好，等一下我就叫你这个帮我做，等一下你过来尝尝哦。啊？那就这样说对了哦。等一下你记得来我发微信给你啊。还不行。那个把摆到，你别干就摆开。包什么那个摆开？你再给他包。加钱开了多少？这样子。开。来了吧？嘿嘿，喂，哎，我回来了吗？快了啊！我買咁多貨啊！開始整飲。小姐個個嬌俏，你那美態猶如像彎彎。呢個晚都排得啦，係咪啊？都現在食我就嫌少。蔡志祥而家鬧完冇？係咪演鬧嘢？金山不會折其腰。西關小姐莫怪我輕佻，看你笑意猶如半清風中月影耀。我住東山，你住龍津東，有門當戶對。車上今世歲月裏，牽手相對侶成對。看看我若能愛上我，把我談判楚楚，望能開花結果，白天伴長夜過。永遠像相戀最初，我愛你，然後如你愛我，為夢如我奮鬥，你是家中聖手，讓生活悠過。哇，头子哥，老遠就聞到香味啦！哎呀，乖呀，你叫我來就來嘛，還帶啥禮物？哥，給你們做。哎呀，你家二姑娘跟那個小紅紅來都不告訴我，我去接你們啊！在封江市場跟阿四說啦。哎呀，有嗎是？哎呀，我都不知道。剛才我都抓了一個鴨腳，要不然留個鴨腿給你和二姑娘吃哦。不用那麼客氣啦，頭子哥，我吃不了多少的。好，開心。好的。好香啊！頭子哥手藝不錯哦。是不是真的？真。讓我嘗一下。還可以，還是很多哎，我都不知道有2位貴賓來啊！哇，頭子哥，你家的米飯很香的，是嗎？這個多吃2碗。來，邊吃邊喝。好，來，最想買嗎，姑娘？會的，隨時歡迎。